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收看天天又开心。今天要跟你讲的就是游泳哦，这热天游泳上好。哦，这热天游泳的暑期教啊，这学生囡仔拢放假。系啊。但是上危险就伫这个暑假。哦。因为你啊看，迄国中生啦，是国小的啦，啊，即摆小少吼有搬到来迄个溪啊去游啊。对啊。伫郊外溪啊，海边海边啦，啊，满世界伊也毋知讲水性这个遐恐怖啊。有暗流啊无？对啊，有迄暗咖咧遐装遐，像讲咱新店遐有些水深危险。哎呀，囡仔伊嘛毋捌啦，我那个信道，管你去危险，我著享受来算到啊。无对就毋知惊啦。结果伊顶头拢无看伊咖咧遐装咧，下骹才有暗咖咧。头顶你看无啦？看无，哎，落去就是咖咧，伫咖。哎呦，你爬袂起来，爬袂起来。啊，你会晓游泳嘛？会啊，我足好游。真的啊。哦，我看袂出来。我做迄个了。哦。救生员咯，哦，是啦，救生员啊，怎么用救的？我做，我说我就捌去游过啦，我咧去吼上介危险的。去倒？迄做啥物啊？做新店咩有来迄无？大坝溪，真正我去游过，一摆就去互家己遐装假。哎呦，啊你要安怎爬个？我就是游到半路时唔对啦，敢你讲一直慢落，我脚在普通时我就在游啊，我用徛手紧跳跳，自由速只游对边仔去，上紧以后我就惊到唔敢过去。你家在啊？你算下我的小弟，我嘛第五个，我第三，你第几？我第五个，天公听戆人啊！我是哦，我是细汉哦，才会爬迄当阵哦，险伫海边啊淹死。哎呦，因为我哥哥即个因较大汉嘛，啊，就带我去佚佗啊。台东的海边。台东海边啊，啊，较早有迄种细裤的秋凉裤无，而且啊，脚趾落会拄拄啊好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哥哥因就想讲，甲我放喺遐，啊，迄讲风平浪静啊，就是讲放咧不要紧，哪会知影囡仔安尼啪甲变过，啊，变过脚趾搁掉喺落去秋凉裤啊，就是阮哥哥笑，我头讲，哎呦，哪拢无看到迄个囡仔头安尼。结果笑倒来，我已经是强要翘起，但是硬戳搁救起来。这样你讲嘅，恁哥哥是你的救命恩情人啊。所以哦，这个哥哥当中叫讲一个惊到。医院该真。我迄摆哦，我真正去原来甲六号做因阿兄，因阿兄落一地，啊，甲因小弟啊。刘兆宏，阮规定啊，规定咧，阮咧庙尾的囡仔，大家拢去收水啊，去水尾啊遐，啊水尾啊，佮迄条河就好咧淡水河，对面就是迄个加拉，哇快，迄条河足快啦，几啊百尺哦，我真好游哦，我若感觉我足好游，我就见面就跳落，安怎？哇，一跳就开始救筋啦，救筋，无讲运动啦，无暖身运动啦，我就直直手啊，卡转来救筋啦，啊都爱扶会定，哎，好在因阿兄看得到啊，加慢嘅，哎，你创啥？也不爱少运动，这个掉。每样要游真正爱用暖身。啊，其实我是较惊水啦，啊，不过吼，我爱甲大家奉劝，迄溪仔边迄石头拢滚石不生苔嘛，啊，你若惊石头嘛是爱洗伊，吼，啊，所以热天吼，若去溪仔边一定爱注意。啊，即摆先来看咱轻松一个趣味的比较。来吃。头家娘，啊，你哪会遐尼无细腻啦？我敢知影，迄泡菜文哪有问题啦？这杀文敢是棍啊昨去甲迄个小丽小姐买？应该是咧，我就看棍啊无入去，啊看来啊就送去人客用啊。详细情形我嘛无介了解，无我叫棍啊出来互你问。棍啊！免叫啦，棍啊早就走啦。伊听到讲杀文有问题就算啦。算啊！真是哦！你莫生气，我来替你找棍啊哥哥，莫生气哦，莫生气哦。头家娘，你莫生气啦。
我看吼，恁郡啊有可能去参着人俗啦，啊，只去甲买迄落肉的杀文啊，啊，到后人客担啊身躯洗洗吼，啊，担啊出问题啊。头家娘，啊，因为恁昨日禁止批会入来，我想为着卫生安全设想，恁民宿所有的物件有必要全部检查。哦，好啦，总检查啦。哎呦，我等我来遐衰啦，啊来去买着即个乌心的物件，哎呦，等我一下看要安怎就好啦。哎呦我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阿公哥哥，哎呦，好痛痛哦！啊，是毋是阮只叫你来带我转去啊？这下我惨啊我。阿公哥哥，喂今边哪会遮尔啊无注意到，啊哪会去买迄来路不明的商品啦？我知，我一时也无想遐济啊！我敢若看小丽哦，看伊都安尼互咧打工啊，敢遐可怜哦，咧拼业绩，我想甲交关，哪知去买着乌心的。啊对啊，我问你，小丽讲老的公司的主旨还是电话袂行，我陪你来找。哎呦，免去啊啦！电话我有卡啦，拢无人接啦，啊若无就是语音信箱啦，啊若公司哦，公司伫倒我嘛毋知。哇，听你安尼讲起来，这个小丽毋着存心要甲你欺骗的吼？我咧看应该是袂啦，人可能故意哦，袂甲我骗啦。那安尼吼，我都毋知影要讲你是戆还是呆，还是讲吼你心伤软，惊伊才安尼。我就是心太乱，心太乱啊！但即摆要安怎啦，糖糖？你讲心太乱啦？我哪会知啦，无办法啦。我嘛毋知啦，要安怎忙啦？啦，哎呦，糖糖。创啥啦？家己掠出来，家己处理。我袂啦，我袂啦。什么呀？唔若说文出问题，连迄起锅洗衫粉那个食油拢出问题哦。我变啊。毋是干安尼哦，有一寡物件我搁要早转来化验，等报告出来，才当进一步确定出问题真正的原因。安尼吼，那无头家娘，我先来走。好好，拜托你等啦。报告出来，我会通知恁大家。好，辛苦辛苦。来行，来行。头家娘，啊啊，你即摆发生这种代志吼，我要甲你斗相共哦，嘛真困难嘞。啊，我知啦，迄代志就发生啊，我该当家己承担嘛，就爱家己承担啊，无要安怎？是讲哦，好佳在下夫人去发现哦，啊若无吼，后果会比即马搁较凄惨哦。唉，若讲到这学了无济，这生意人哦，为着趁钱啊，你什么代志都做袂出来，连咧乌心的商品也摕出来卖啦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款人若掠着吼，应该来甲关到互伊安尼偷门死煞某，煞落搁叫伊赔钱。上好是会赔咧，啊，这种会危害人体的物件啊，摕出来咧卖，这生理人够无天良样呀。买的人嘛有毋对啊，啊为着贪俗吼，才会互一寡无良心的生理人感觉伊钱好赚啊。啊，咱逐个人茫家买吼，我相信哦，伊无法度能够生存啦。就对，那前一阵仔才发生迄个塑化剂的风波啦。啊，大家话要紧张是呢，啊，即摆这个代志搁有咧拄着，你去抽着签王呢？无心情甲你开讲啊啦，我要来病哦，我看我迄两个人客有较好无？哎，对，是啊，拜托，你点甲我顾一下。会啦会啦，头家咯，你做你无用啦，我会甲你斗顾啦。哦，好啦。头家娘啊！好，什么代志？你两啥了咧？我食你煮的早顿了，我肚就感觉怪怪，即马愈来愈痛。哇，是啊。早顿的油。啊，迄油毋是近仔去甲迄个小丽买。对啊对啊。紧来，我叫车你坐来病院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这阿公哥哥吼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讲呢。迄代志吼已经遮严重啊，搁有法度坐到倒，啊困到倒。阿公哥哥，要困，等下出去困啊。阿公哥哥，食饭啊哦，快食饭哦，食。
食你的大头啦！我是讲吼，你若要困，倒来厝里困，啊，莫伫遮公园人就济，安尼吼，通看到通笑啦。哦，好，我等下困咯。行啦，行啦。无咯，我袂再想着，我才等去一日困，阮姐甲我北回地租坑呢。你惊你你姐妹哦？啊，你嘛袂使因为惊你姐妹，啊，你就永远拢袂转去，该面对的嘛是爱面对啊，对吧？你讲话拢足轻松的哦，我即摆转去就稳死的啊。安尼啦，糖。啊，无过去哦，咱两个吼流浪来挂下水，流浪到淡水。哦。咱苦命鸳鸯来去亡命天涯，有缘无缘，大家困做伙，啊囡仔生几个，啊恭喜啦，恭喜啦！好啊，袂啦，哥哥，你还阁有心情通唱歌？我不爱去淡水，啊嘛不爱缀你去天涯，我要回家。无啦，糖啊！好啦。你若转去吼，你若看迄公迄坎坷坷偌危险，我若坐倒遐，哎呦，蠓佫高，有家蛇，有鸟鼠啊，佫出来有迄流浪汉对才过，万一若看到我缘投若搞安怎，我足危险的了。你倒位安怎？你人管。你会惊哦？嘿啦。你会惊，你就对我来转啊！你放心啦，我吼会替你讲情，叫你姐吼，莫甲你处罚，安尼好不？好啦，行啦。好啦，到这拄着啊，只有哦皮病较红的，带着钢盔往前冲，等下叫阮姐修理啦。安尼就对啦，行。你倒迄个小丽啊？你是咧靠安怎？啊！坤的哥哥，我骗去啊啦！我嘛去互骗去啊啦！谁甲你骗啦？就你啦！哇！你这回卖迄个乌心的物件互我，我就等于互阮民宿的人家食到安尼，骨拢安尼一点红。即摆阮姊也要甲我修理，要甲我算数，你讲我有凄惨嘛无啦？别哭啦，讲到凄惨哦，我比你较凄惨嘛。讲，我只是工读生出来打工呢，原来知影遐个物件是啥物黑心商品啦。即摆就有消费价格，你看我有比你较可怜无？人要甲你告哦？哎呦！小丽小姐，恁公司的人拢无人出来处理吗？有啊。公司的人拢落跑啊，想要出来处理啊？哎呦，哪有这么恶一个公司啦？利用工读生的无知，替公司宣传，家己落地安尼趁甲饱，说落跑。这恁放互恁兜哦，安尼哪会着？爱报警，甲恁抓起来。对，甲抓起来。大人拢走了，是要倒位抓？要抓？我敢若我一个用咧抓。实在有够衰啊！安尼我甲你讲，咱来报警察，甲伊讲吼，害同情你，伊会对你从轻发落。从轻发落？安尼意思毋是讲我的人生都不良的记录啊呢？嘛无法度啊！哎呦喂啊！哥哥，你是安怎啦？你安怎啊？我巴肚痛啦！哎呦！肚痛！哎呦喂啊！好了，佳哉啦，人拢无安怎啦。若讲人吼有死去也是安怎，我看这间民宿都爱关起来。人客虽然无安怎啦，毋过人客若要求要赔偿吼，头家娘嘛爱付出真大的代价啦。我甲你讲，代志较大吼，该赔偿就赔偿，该负责任就爱负责任。你嘛你讲过啊，即款的代志无法度通倒撇。青啊，俊啊是要中毒，你敢知影？伊也巴肚疼。系啊，伊就早起吼食因姊啊煮的早饭啦。你想伊巴肚敢会袂疼？伊即摆巴肚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是有较好啦。即摆吼，恁糖糖咧甲照顾。无代志就好啦。嘿啦。若无讲吼，安尼万一老一个3顿2底，
迄当阵吼，丽丽就足艰苦、足伤心的，靠一个嘴口甲布袋，我嘛心肝内足唔甘的。我会失去我上好的兄弟，哎呦，我连困嘛困袂去。有影哦，我唔知影是安尼对我遮尔啊重视哦。滚啊！喂。你的腹肚有较好无？有啊，好真济啊！听到你的话哦，我真正好一半个计啊！哦，你真正是我始终兼满定的妈子的兄弟，你对我遮尔好，我足感动的。你是我上好的兄弟，我若无关心你，我会关心啥人？哎呀，弟弟啊，无啦，阿兄迄个外歹听的，迄台南哦，你光观察，迄莫才叫阿兄。哦，哥哥。弟弟，哥哥，弟，哥，弟，哥，弟，哥，好啊好，啊恁两个叫到尾仔变弟哥，弟哥，弟哥，哎呦，切啊！拜托你莫搁假啊！啊，拄啊棍啊，甲恁堂堂入来时阵，我著看你目尾都有甲撩着啊！吼，你还搁当作我唔知啊？戏啊，搁继续演落去，我看到叫要吐。阿姑，讲真诶咧，演技赞哦。你搁敢笑？哦，你咧虚情假，你咧欺骗我的感情哈？滚啊！我最主要吼，我看到你转来了，我就才挑过伊安尼讲。最主要是要安慰你啦，互你心情较轻松，安尼敢唔对？对啦，阿姑，你理解咧？头当我伫病院，阁有看到因呢，啊哪会一日都无看人啊？哦，啊头家呢吼。伊去警察局遐哦，含人客咧讲赔偿的代志啦。是咧赔偿偌济啦？我要哪会知啦？这钱若会当解决的吼，就较好啦。啊，若钱哦，有一种好钱袂当解决，你知无？迄袂当解决，就爱解决人啊，爱甲修理啦，爱甲大啦，甲找啦。哎呦，迄款的吼，我甲你讲，迄款的根本吼做咧到底毋是人啊。哎呦！等来，讲，你安做对无？我，你安怎？遐李丽叫你去办代志哦，你安尼甲出遮尔大的问题，我甲你讲，你不但害了李丽，而且害了林素姐的名声，你敢知？对，爱讲。哎呦喂啊！我知我唔对啦，拜我唔敢啦。阿狗阿拜，一摆都袂换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安尼做害死足侪人，你知啊唔知？对，爱搁讲。哎呦喂啊！我会改，我会认真顾店啊啦。无人要相信你啦，已经相信你太侪摆啊，这摆绝对袂当原谅你。对，爱搁讲。哎呦喂啊！这最后一摆啦，你要相信我啦，我要改啦。我甲你讲，我今日一定要替你来教示你，互你后摆袂搁再犯错。对，爱搁讲。哎，姐姐。好啦，喂。你哪过来？这姐啊，刚才你转来无，我叫因拍死啦！哎呦。好啦，喂。拄则哦，你警察局的小丽代志拢讲好啊，讲清楚啊，只会原谅你啦。啊，毋过哦，后摆做啥物代志哦，你就只拜托一下啦。即遍算咱衰撞着即款代志，后摆哦，你着爱较谨慎的，事事行行哦拢会斟酌，莫咧人讲啥你就听，啊人骂啥你就骂，哈。我知啦，摆我袂耳空囡仔啦吼。啊，你要倒毋是有咧滚到有咧听，即摆有较好无啦？哦，本来一工落10外蛇，有倒摆我放双手，我喙就拢百外，即摆有较好啊啦。姐啊，多谢你原谅我吼。唉，真正啦，你好了刚才，有丽丽替你求情啦，要若无吼，我一日甲你讲死。好啦，即摆无代志啊啦。啊，咱今仔哦，大家下午甲才忝假吼，随人转休困。对啦，鱼也煞吼，咱大家转来。记得哈，暗时啊，伫咧餐厅见面。好。小太，青啊，你拄则讲什么餐厅？好，我有代志，我要先转去啦吼。我要等下写报告。我要等去洗碗。我来内面洗来看。哎呦，过来哒。青啊，你讲。
就棍啊讲叫因演戏啦，哎呀，要请食饭安尼啦。啊，剩的吼，你问伊就知影。哎呦，你替我解释啦，这拢是误会。哎呦，这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啊，这啊，哎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俗语就是杨宗宪领，厝内吊吊，讲话无影。哎，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讲虚华嘛。每一个人拢有虚华的这个个性伫。是讲伊要做唔做尔。像讲哦，较早那杨宗会献领，杨宗拢伊领较济。对，拢伊领。嘿，啊，你哪有厝内吊吊？那吊是讲意思讲来米甕内面拢无半粒米啊，会用个拄起人老。啊，意思拢无啊。是啊，内面都无半粒米啊，所以会当空啊。所以讲话就无影。因为你无迄个。无咧尻川，也毋通食迄个下油。偌好嘢都偌好嘢，我安怎，结果人一要做拢无啊。但是人好嘢，人嘛是足好嘢了。你有看到报纸无？啊。要环游世界66天无？275万。歹势哦，5分钟以内就报名就秒杀。已经拢客满呢。真厉害哦！这嘛无啥物啊，我讲看一个报纸呀，伊讲有18天。创啥？75万。你迄是坐飞机嘛？对。咱阮这坐火车。一天我要4万几个，因为75万尔嘛，75万对一个人吼食到老啊，一定有75万。少年拍拼甲安尼食老回馈互家己嘛。当然啦，是讲到食到老啊吼，再来安尼稍微对自己好一点。对。像你安尼讲的有道理呢。啊，其实即马一寡少年人吼，其实你嘛无安那真拍拼，但是你拢想要赶，譬如说名牌包嘛，怎么办？刷卡。刷卡你嘛是爱拿吧？安尼愈欠愈济，我讲月光族，那是月光族，对，安尼会很多的欠债。对啦，你爱慕虚荣嘛，嘿，安尼哦，所以哦，这时间呢，休一个30分钟就够够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咱今天天又开心呢，奉劝大家经济能力吼，大家拢总无共款啦，有人趁较少，人趁较少啊，开销咱都要准则，唔通看人安怎，咱就要是人对人安怎，千万唔通啊！爱喜欢。活一道，阮感谢。因为阮会愈来愈毋惊受伤害，阮感谢。因为阮会愈来愈袂听，凡事一半，世间乌白拢掺一半，烦心一半，非烦之后也是一半，心若甘愿。花开花谢。